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分享基甸的第一讲，咱分享到基甸原本的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咱有讲到伊是一个出身伫一个真卑微丧乡的家庭，然后伊的生性是真软弱、真小胆，伊对上帝、对家己拢无信心。伊生命中间有存在着真侪缺点，真无完全。但是上帝拣选伊，上帝拣选伊了，伊有一个真大的转变。咱看见着上帝的使者对基甸见面了第一句的话，就是称伊做带领的勇士啊。当然，咱今仔日若看基甸的故事，对头靠尾来看了，咱会发觉讲，伊真正是大能的勇士，上帝使用伊来镇压米甸人。但总是伫天使甲伊见面的时阵，伊啥物拢毋是。但是天使又愿叫伊带领的勇士，所以咱今日就是要来看讲，伊到底是安怎转变？伊转变的秘诀伫倒位？免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即时要静静听你的话，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主啊，恳求你即个时刻，提起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就是真理的神、智慧的神，帮助阮会当静静听你的话了，会当明白，而且照你的话去行。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学习基甸转变的四个秘诀，这四个秘诀也当成做咱生命转变的一个关键。首先，咱来理解就是讲，基甸伊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是在于上帝恩典的拣选甲呼召，然后伊也用伊的生命去回应上帝的选召甲上帝的恩典。伊回应上帝的呼召，成做上帝所使用的人，互伊对一个平凡的人，成做一个带领的勇士；互伊对一个平凡的人，成做一个伟大的领袖。所以，伊这个关键就是上帝呼召伊的时阵，伊就用伊的生命来回应。如果咱伫圣经中间咱来看上帝所使用的人，拢有相关的特质。咱来看摩西故事嘛是相关。咱过去捌讲过摩西故事。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阵，摩西是啥物款的人？摩西是一个伫旷野放纵家己的一个杀人犯。因为伊害人。伊个惊去用处罚，所以伊就对埃及的宫殿走去甲米甸的旷野伫遐秘咧。这时阵，上帝对伊显现呼召伊。上帝对伊讲：现在我带你到埃及王遐去，你去将我的百姓对埃及领出来。伊头起有丢毒，有想要拒绝。但是后来，上帝坚定伊的信心了，伊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就使用摩西成做一切人的领袖，成就出埃及的神力。咱若继续看，咱看见着真侪先知、真侪祭司、真侪上帝所拣选的人，当因回应上帝的呼召了，上帝就使用因转变因的生命。咱来看新约，耶稣面对11个门徒，各位耶稣要对因颁布大使命的时阵，咱来想看嘛，11个门徒是安怎？迄个时阵，因拄啊呾因为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死，因心神软弱，失去信心，完全无目标。但是这个时阵，各位耶稣对因显现，耶稣对因讲。上帝已经将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授予互我，所以恁爱去，互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神的名，甲因加洗礼，而且教是因遵守我所予恁一切的命令。耶稣对因讲：
这个时阵，因用因的性命回应耶稣的呼召，耶稣的呼召改变因的性命，因成做一群改变世界的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无需轻信，上帝对每一个信靠伊的人，拢有拣选有呼召。有一句广告词安尼讲，人是因为梦想来伟大，但是咱基督徒应该安尼讲。人因为为上帝梦想来伟大，因为回应上帝拣选呼召，完成上帝交代咱的使命来伟大。检查咱有一寡人会认为讲，牧师啊，我的年纪已经真大，即摆回应敢会伤晚。请会记住哦，摩西80岁较受上帝呼召。当然有一寡人讲，啊，牧师啊，我即摆年纪伤轻啦，吼。无可能有啥物款的贡献，但是请会记住咯，耶稣互5000人食饱的新粮，当时一个细汉囡仔，而且是真爽香的细汉囡仔，献出5块饼2尾鱼，参与伫这个新粮中间，这新粮开必成就，所以毋通找理由啦。当上帝对咱呼召的时阵，请勇敢用你的性命来回应。这互你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亲像基甸同款。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基甸之所以会当成做一个大型的勇士，是因为伊有领受上帝所赏赐伊的平安。因为伊领受上帝所赏赐的平安，互伊伫迄个真动荡飘摇的世代中间。风雨飘摇的世代中间，伊心平静安稳，而且也因为安尼，伊对上帝认捌一步一步拿清楚，对上帝的信心也一步一步拿坚定。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这是基甸的一遍真特别的经验。伊见到上帝的使者，见到上帝本身。咱顶回有讲到吼。上帝使者对伊显现了，伊甲上帝使者有一段对话。然后基甸想讲爱交代这个使者，伊迄个时阵也毋知这是上帝的天使，所以伊就等于厝里准备一只细只山羊，佮用10公斤的米粉做无加饼，然后摕到这个树骹，要互这天使来用。但是上帝的天使对伊讲照一块石盘你将肉甲无加饼放伫这个石盘顶面，然后将汤倒伫这个顶面。基甸就照安尼去做。叫上帝的使者伸出伊手中的管，迄个管的尾去动着这个肉甲饼了，突然间有火对这个大石头喷出来，烧进这个肉甲饼，然后天使就无去。这基甸一看到，较知影讲原来甲伊对话是上帝的使者，是上帝的天使，心中就真惊吓，因为当时的人真清楚，因面对面见到上帝，是讲见到上帝的使者，家己就是会无命啦。这时阵，上帝对基甸显现，对伊讲平安，毋通惊，你袂死。所以基甸就伫遐为上帝起一座祭坛，叫伊做亚花沙龙，沙龙。这个意思就是讲，上主是平安。基甸这一遍甲上帝接触的经验，互伊初步对上帝有一寡认捌。后来伊个经验几遍的训练了，伊就对起初的怀疑到哪对上帝哪有信心。圣经中讲伊起一座祭坛，祭坛是代表什么？祭坛是代表一个人甲上帝建立一个新的，而且是亲密的关系，表明伊对上帝的献身，用安尼做一种永远的纪念。咱要注意，伊将这祭坛号名叫做耶和华沙龙，沙龙啦，意思就是讲上主是平安，也就是讲这一遍甲上帝相拄的这个经验，互伊去体验到什么叫做真实的平安。随常咱来理解，无论什么款的情形，什么款的时阵，
咱将咱本身献给上帝，甲上帝交陪，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沟通的时阵，迄个平安是必然的结果。咱来注意吼，这个时阵基甸伊的状况是啥货？伊外在环境是非常无好，有米甸人来欺负因，伊心中是非常惊吓，所以米伫迄个酒窟内底咧拍卖啊。顶回牧师有同你讲过，伊是非常惊吓。但是这个时阵，外在环境虽然是混乱，但是当伊去体验到主是平安的时阵，伊心中的迄个心境的完全改变。这个平安希伯来文念做 shalom， 这是圣经中间非常重要的一句词。伫和合本的圣经。旧约的圣经捌出现过283遍。这种平安咱来翻译做平安，其实伊原本的意思应该毋是咱所理解的平安啦。伊原本的意思是讲，那因为咱一般咧讲平安，就是讲无风无险的平静的感觉，还是讲一切拢真顺利，无拄着困难。但是圣经中间的小龙咧讲的毋是安尼。对希伯来人来讲，平安是当你遭遇到任何情况，你拢能保持你身体甲心灵的健全，互你有气力来面对这款无共款的变化。所以伫基甸伊的生命中间，第一遍去感受到啥物叫做平安。检查伊这个时阵四周围的情形真无好，有外敌来欺压因，伊必须要去征战。但是，当伊领受上帝予伊的平安了，伊心中就充满气力。领受平安的结果，予伊怀疑的心变成最有信心嘛。咱顶回有讲过，伊对上帝有真侪怀疑嘛。伊怀疑上帝无甲因三甲地地嘛。伊怀疑讲因的族群要被外族灭掉啊。伊怀疑家己无能力去解救同胞。但是，当伊领受平安了，伊就充满信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人讲一件代志：当咱去面对对外作战的时阵，你需要有内部的平安呐。当你准备去面对任何艰苦患难的时阵，你心中需要有平安，你才有能力去征战。你才有能力去征战，这对咱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咱所踮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无平安的世界嘛，咱的环境无平安嘛。你看，对去年底一直到今年，一直到即马，咱世界依然充满了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下面，充满了真侪惊吓嘛。拄则是咧中咧祈祷的时阵，伊有讲起着各国拢遭受着真侪只的患难困苦，所以咱生活中间可能有一寡咱无法度预料的意外发生，但总是咱虽然生活伫一个真无平安的世代，如果你若要去面对这个无好的环境，你就必须要心中充满了平安。其实你要理解做一个牧师阮差不多逐工拢爱拄着困难啦，若无拄着家己无拄着困难嘛，拄着真侪拄着困难的人，因为会来找牧师的90%拢毋是好消息啦。所以面对遐尼一困难如果咱若无领受上帝予咱的平安，咱真困难去面对咱所徛起的环境。所以命活踮伫平安，命领受上帝所享受予咱迄个真实的平安，就是接续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伊的第三个转变的秘诀，就是伊活踮伫上帝的同在中间。咱看起着基甸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改变，伊之所以会通感受到上帝的平安，毋是外在环境改变上界重要的原因是上帝来保证，讲伊要甲伊同在，所以伊心中感受到讲，既然有一个全能而且佫听伊的上帝咧陪伴伊，
所以这世间的艰苦绝对袂当打败伊嘛。所以因为有这款得到上帝这款的应允，活踮伫上帝的同在中间，所以伊感觉心中充满了平安，伊就有气力去面对这个外在环境。其实活踮伫上帝的同在是咱每一个人拢应该爱追求的。咱伫圣经中间看见着上帝所重用的罗卜，拢有上帝甲伊同在。咱过去讲过亚伯拉罕，讲过约瑟，讲过摩西，咱讲过真侪君王甲先知，这些人拢有上帝甲伊同在。也因为这些人有上帝甲伊同在，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款的环境，因拢会当去超越。咱看见了大卫所做的诗篇23篇，伊对咱讲，伊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所以伫大卫伊经历过生命上较暗淡的时刻，伊讲伊毋惊灾害，因为伊相信上帝甲伊同在，伊就有气力去面对这个。伊继续安尼讲，讲我一生一世的确有恩惠慈爱对我，我要住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伊是何等渴慕上帝同在这款的状况。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你敢有渴慕，而且确信上帝要甲咱同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咱所敬拜、咱所尊重的耶稣，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啥？上帝甲咱三甲伫地，上帝甲咱同在嘛。而且因为伫耶稣基督的生命中间，咱去体验着上帝甲咱同在的奇妙。借着耶稣基督，咱明白上帝疼咱，上帝意爱甲咱同在。耶稣要离开世间的时阵，伊嘛安尼讲，伊讲：你若疼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要祈求我的爸，伊就赏赐恁另外一个为助者，永远甲恁同在。这耶稣应允上帝要借着圣神保惠师，互咱体验着甲伊同在的美好。活踮伫上帝的同在中间，互咱迄个软弱无胆的心，会当变成做勇敢。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中间，检查会拄着一寡风险，一寡挑战，一寡咱无法度预测的困境，但是毋通惊吓，上帝甲咱同在，咱就充满信心。所以，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活踮伫上帝的同在中间。你甲我必须要安尼。所以有几个秘诀，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第一项就是，咱毋通停止，毋通放弃祈祷。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透过祈祷，甲上帝有亲密的交陪，上帝就伫咱的身上要赏赐力量。第二项，毋通停止读上帝的话啊！上帝宝贵的话内底有真侪伊的应允。当咱读到这应允的时阵，咱就明白上帝要甲咱同在。第三项，第一项就毋通停止祈祷；第二项毋通停止读上帝的话；第三项，咱来常常甲同信的人做伙聚会，因为主要说安尼应允嘛。讲因为无论伫倒落，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而且都有我伫因的中间。所以，咱爱常常伫组织的中间祈祷，互相代祷，互相祈求，才着安尼帮助咱、支持咱，活踮伫上帝的同在中间，互咱无论拄着什么款的情形，咱拢充满气力。最后一项，牧师要大家分享：如果你若有上帝甲你同在，有一个更较重要的代志，就是咱爱听上帝的话，爱顺探上帝的话啊！因为顺服上帝的话，会带来咱得胜的能力。咱来想看卖，如果一个真实听你、
佮全能的上帝伫你的身躯边咧陪伴你。结果伊讲的话你拢无要听。上帝叫你往正边去，你偏偏要往倒边去。上帝叫你做这个决定，你偏偏要照家己的意思做决定。安尼上帝甲同在就失去意义嘛？那有上帝陪伴伫你的身躯边，你着爱安怎？爱听伊的话，而且佮顺服伊的话去行。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基甸不断顺服上帝引带甲指示，互伊最后会当完成上帝交代伊的代志。伊领导上帝交代伊的百姓去镇压、去征战好的征战。咱会当对伊甲米甸人的征战中间去明白，伊安怎顺服。咱看见着，当伊去面对迄个米甸人无数顶礼拜我大家讲过，米甸是真济大，而且军人真济总共有135000人。所以米甸迄个基甸想讲，我要去征战啊，所以我爱招一寡人嘛。结果伊真无容易去招32000人，大家要做伙去拍米甸人。结果安怎？上帝甲基甸讲人伤济啦。咱来想看觅，32000个人对135000人，这其实是真少啦，对无？但是上帝讲人伤济。讲，我若使用遮尔侪人去拍赢米甸人因会掠做因是靠家己的力量得胜的。所以你爱对来遮的人讲啥物人若惊吓，啥物人若会惊就应该爱转去。叫即句话无讲不要紧，一讲去2/3的人，32000人走22000人，剩1万的人留落来。但是上帝佫对基甸讲。军队里的人太济啊，所以伊要去竞选伊要竞选的人，所以爱基甸传去水边照因所啉水的姿势结果安怎竞选300个人。亲爱的姊妹，你来看当上帝叫基甸将32000人来退掉31700个人，剩300个人。如果你若是基甸，你会安怎想？咱会想讲上帝到底是咧变啥梦？咱敢莫顺服？但是圣经中间记载讲，基甸完完全全照上帝所吩咐的安尼做，伊对上帝非常有信心，伊知影上帝会家己成就这个代志，所以伊就带领300个人去镇压。13万外的米甸大军，这段记载当然这是一个新历，互咱去体验到，咱真正活踮伫上帝的同在中间，就是爱去顺服上帝的指示。咱来理解，上帝对教会每一步的带领，如果咱来当顺服的话，咱会当大大胜利。如果咱个人会当顺服上帝的话，咱的生命会当成做一个刚强佮得胜的生命。咱对10月份开始，牧师佮要从查经班佮重新开始。咱这一遍是要读马太福音书的第5章到第7章。咱要用11个礼拜的时间来好好来读这段真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山上宝训的教训。咱好好来研读，然后设法伫咱的生活中间来实践出来，的确会当互咱生命得到无共款的改变。听上帝的话，佮顺服伊的话，会为着咱的生命带来真大真大的改变。请大家一定要排除万难来参与，互咱的教会真真正正成做一个上帝要使用的教会，互咱本身真正成做一个上帝所竞选呼召，赏赐咱平安，互咱活踮伫甲上帝同在，而且顺服伊的话，来镇压
人生咱所拄着所有的艰难困苦，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激励阮。主，阮恳求你，赏赐阮亲像基甸的心志，互阮的生命也因为接受你的呼召，回应你的呼召，活踮伫你同在，得到你所赏赐的平安。互阮因为顺服你的话，来改变阮的生命。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